Hello，大家好，又嚟到新聞大排檔。師弟馬國明同埋靚湯喺2023年完婚之後，婚後湯樂文安心做少奶奶，周不時去名牌店掃貨，兩個人出入都成日一齊啦，感情甜蜜又穩定啦。近日莊思明同楊明喺馬來西亞舉行婚禮，馬國明、湯樂文都去咗當地祝賀好友。近日就有網民喺吉隆坡機場見到湯樂文同馬國明，憑背影猜測湯樂文係懷疑陀 BB 喎。我哋一齊睇睇新聞詳細嘅內容。唔該晒大排檔主持，歡迎大家再次返嚟新聞大排檔。開始前請大家訂閱同讚好呢條影片，有意見歡迎下面留言。唔該晒各位老友記。今日同大家講嘅呢單新聞真係甜到漏。師弟馬國明馬明同老婆湯樂文靚湯呢對模範夫妻，近日雙雙飛咗去馬來西亞出席好友莊思明同楊明嘅婚禮。不過網民嘅焦點完全放錯咗位，佢哋喺吉隆坡機場嘅一張背影合照，竟然引發咗全城猜 B 熱，因為有網民憑住湯樂文嘅背影猜測佢疑似陀女 B。仲話後面都比較明顯，呢個機場背影嘅聯想力真係令人嘆為觀止。到底發生咩事？即刻同大家刷餐勁。話說馬國明同湯樂文自2023年結婚之後，一直都係圈中公認嘅恩愛夫妻。靚湯婚後都專心做少奶奶，不時出入名牌店掃貨。馬明就努力擘錢，兩公婆出雙入對，感情甜蜜又穩定，羨煞旁人。最近佢哋嘅好友莊思明同楊明喺馬來西亞舉行婚禮，馬明同靚湯當然要飛過去祝賀啦。不過佢哋喺吉隆坡機場出現嘅時候，就俾眼利嘅網民野生捕獲，仲影咗一張背影照放上網。相入面，馬明同靚湯都係一身黑色打扮，非常低調。一人推住一個行李箱，除咗情侶裝之外，連行李箱都一模一樣，真係恩愛到爆。呢張相本身只係一個普通嘅機場捕獲 pose， 點知網民嘅焦點竟然落咗喺湯樂文嘅背影上面。有網民憑住佢嘅背影開始福爾摩斯上身，話可能是女媧，後面都比較明顯，即係推測靚湯可能懷緊女 B。呢個猜測一出，即刻引來大量網民熱烈討論。有人話如果真係陀女，馬明一定開心到跳起，佢兩公婆咁恩愛，有 BB 都好正常。但亦有人話只係睇背影就話人陀 BB， 會唔會 FF 咗啲？可能只係件衫嘅剪裁問題啫。不過呢個背影陀女論已經成功成為全城熱話，仲有人開始回顧返之前嘅蛛絲馬跡，話靚湯近期著衫都偏向鬆身，又少咗出活動，似乎真係有啲嘢。當然，當事人馬明同靚湯都仲未有任何回應。呢個陀 pack 之謎暫時都係一個羅生門。呢單湯樂文機場背影照被猜陀女嘅新聞一出，即刻喺網上引起極大迴響。大量網民都對呢個背影猜 B 嘅話題議論紛紛。有網民話：如果真係有咗就恭喜晒，馬明咁中意小朋友，一定好開心。亦有網民覺得網民太敏感，香港人真係好中意睇人個肚，少少突就話人陀 B 可能只係角度問題。大家唔好 F 太多啦。當然都有網民話佢哋兩公婆基因咁好，無論仔定女都一定靚。講到呢度，我哋新聞大排檔又要同大家深入分析下呢個湯樂文機場背影照被猜陀女事件背後嘅幾個關鍵位。第一，呢件事凸顯咗公眾對藝人懷孕嘅高度關注。喺華人社會，結婚生仔永遠係公眾對藝人最關心嘅話題之一，尤其係好似馬明同靚湯呢啲模範夫妻，佢哋嘅家庭計劃更加係 fans 同媒體嘅焦點。所以只要靚湯有少少身體變化，就會引來無限聯想。呢種關注一方面反映咗大家對佢哋嘅喜愛，但另一方面亦都可能對藝人造成一定嘅壓力。第二，呢件事反映咗網絡 fans 嘅強大力量，一張普通嘅機場背影照就可以被網民解讀出陀女 B 嘅結論。呢種看圖作文嘅能力真係令人佩服。
有心理學家就指出，網民對藝人嘅懷孕猜測有時係一種投射，將自己對美好家庭嘅期望投射喺中意嘅藝人身上。第三，呢件事都揭示咗藝人私生活同公眾好奇之間嘅界線。藝人嘅私生活包括生育計劃，本來係佢哋嘅個人選擇，但作為公眾人物，佢哋嘅一舉一動都會被放大檢視。呢種被關注嘅壓力，有時會令到藝人選擇低調處理私事，甚至等到舊期先至公佈。有傳媒學者就指出，呢種公眾監察嘅文化，某程度上影響咗藝人嘅私人空間。第四，呢件事都突顯咗社交媒體嘅傳播速度，由一張背影照曝光到陀女 B 嘅消息傳遍全網，可能只係幾個鐘頭之內嘅事。社交媒體嘅洗版效應，加上媒體嘅跟進報導，令到一個純粹嘅猜測，瞬間變成一個傳承熱話。呢個現象再次證明喺網絡時代，資訊嘅傳播可以好快，但同時亦都可能好流。第五，呢件事都反映咗公眾對馬明靚湯嘅喜愛。呢個背影猜 B 嘅話題能夠引起咁大迴響，其實都證明咗馬明同靚湯嘅觀眾緣非常好，大家都好關心佢哋嘅生活，亦都好期待佢哋可以開枝散葉。如果真係有好消息，相信全城都會送上祝福。講到呢度，其實過往都發生過唔少類似藝人被猜懷孕嘅事件，有啲最後證實係真，有啲最後證實只係美麗嘅誤會。每一次嘅事件都反映咗公眾對藝人私生活嘅高度興趣。總結嚟講，呢單湯洛雯機場背影照被猜陀女事件，雖然只係一個猜測，但就反映出公眾對馬明同靚湯嘅喜愛同關注。無論靚湯係咪真係有咗，都係佢哋兩個人嘅私事。我哋作為觀眾，最應該做嘅就係繼續支持佢哋。如果真係有好消息，相信佢哋會喺適當嘅時候同大家分享。至於嗰張背影，照到底係陀女證據定係角度問題，就留俾大家繼續 F 啦。今日嘅新聞大排檔就差唔多要埋位收爐，最後都想問下大家，你覺得湯洛雯係咪真係陀女 B 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哋一齊討論。記住訂閱、讚好、分享，一條龍服務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我哋下期新聞大排檔再見，拜拜。